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善僕與惡僕二，路加福音19章15至27節。他既得國回來，就吩咐叫那領銀子的僕人來，要知道他們做生意賺了多少。頭一個上來說：主啊，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10錠。主人說：好，良善的僕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權並管10座城。第二個來說：主啊，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5錠。主人說：你也可以管5座城。又有一個來說：主啊，你看，你的一錠銀子在這裏，我把它包在手巾裏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為你是嚴厲的人，沒有放下的，還要去拿；沒有種下的，還要去收。主人對他說：你這惡僕，我要憑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嚴厲的人，沒有放下的，還要去拿；沒有種下的，還要去收，為什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，等我來的時候，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呢？就對旁邊站着的人說：奪過他這一錠來，給那有10錠的。他們說：主啊，我已經有10錠了。主人說：我告訴你們，凡有的還要加給他，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。至於我那些仇敵，不要我作他們王的，把他們拉來，在我面前殺了吧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15至27節，記載主人從遠方返嚟之後做咗乜嘢呢？提示亦都係2件事。15至26節係第一件事，主人問僕人有冇做好佢交託嘅事。第27節係主人做嘅第2件事，係對邊個做嘅呢？做乜嘢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主耶穌基督再嚟審判嘅日子，要審判2類人，就係跟隨基督嘅同拒絕基督作王嘅。對於跟隨基督嘅人，基督論心行賞。留意主耶穌所稱讚嘅係僕人嘅忠心，唔係僕人賺到幾多。主耶穌所批評嘅係僕人藉口唔遵行佢嘅吩咐，而非僕人保守嘅行為。而家我哋都領受咗主嘅各種恩賜能力，我哋要決定做點樣嘅僕人呢？我哋要記得自己有一日要喺主面前交賬。我哋所存嘅係不信，抑或係敬畏嘅心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主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